講到帕米爾，可能好多人都覺得有啲陌生，因為呢片土地曾經失散咗128年，直到2011年先至再次回歸歸中國。當時中國同塔吉克斯坦共和國簽訂咗合約，進一步明確咗雙方嘅國界線，亦即係話從嗰一刻開始，中國丟失嘅百年故土重新回到咗祖國懷抱，所有人都沉浸喺呢一份喜悅中。呢一片土地佔地面積好大，甚至遠超香港，對中國嚟講十分重要。讓人冇諗到嘅係喺後期嘅探測過程中，探測人員竟然喺帕米爾地區發現咗豐富嘅自然資源。好快呢個消息傳到咗其他國家嘅耳仔裏邊，唔少人得知呢個消息之後眼紅不已。咁帕米爾地區嘅歸屬權當初點解俾咗其他國家？100年後呢一片土地又係點返到咗祖國嘅懷抱？專家們喺呢一片土地上發現咗啲乜嘢？有啲乜嘢獨特之處？喺清朝時期，帕米爾地區仲係屬於中國嘅領土，並處於清朝嘅統治之下。但喺清王朝腐敗之後，各個國家開始逐漸展現出佢哋嘅真實意圖，將目標放喺中國領土。帕米爾地區就係其中之一。喺歷史上，帕米爾地區係絲綢之路嘅必經地，連接住中國同其他國家嘅貿易往來。一旦丟失呢一片領土，對中國而言將會係巨大嘅損失。19世紀，新疆等地動盪不安，沙俄趁機搶佔咗中國嘅伊犁地區，為咗將此地收回，清王朝派專人前去談判，希望雙方能夠達成一致，歸還中國土地。沙俄嘅擴張慾望日益增長，竟然逼中國清政府簽訂咗一份不平等條約。清政府並冇如佢哋所願，喺得知條約嘅條款之後，派出咗代表再次前往沙俄進行交涉。喺雙方嘅持續爭論同談判中，伊犁地區雖然要咗返嚟，但亦都俾我哋自身帶嚟咗巨大損失。沙俄獲得咗近7萬平方千米嘅土地。1884年，沙俄再次把目標轉向中國。喺佢哋嘅逼迫下，清政府將帕米爾地區分成3份，一份歸清政府，一份歸沙俄，剩翻嘅歸屬代爾。1892年，沙俄再次出兵喺各個地區同時入侵，搞得清政府不得安寧。面對沙俄嘅壓力，清政府只能夠派兵援助，卻未能有效解決實際問題。畢竟當時清政府能力薄弱，冇辦法同沙俄正面抗衡，只能夠採取保守策略，盡量減少自身損失。為咗避免衝突，清政府所派遣嘅軍隊始終處於被動防禦狀態，從未主動同沙俄發起衝突。正因為如此，其他國家開始對清政府視而不見，明目張膽嘅開始協商起帕米爾地區嘅歸屬問題。沙俄等國家對中國領土指手畫腳，對我哋嘅立場毫不尊重，根本唔在乎我哋嘅諗法。帕米爾北部地區由沙俄掌管，而英國則取得雅罕帕米爾，清政府亦都只得忍辱負重，眼擘擘地睇住自己嘅疆域一啲啲消失。然而冇過幾耐，事情竟然發生咗轉機。隨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爆發，沙俄亦都爆發咗10月革命。呢一啲侵略者自身難保，自顧不暇，冇精力再對中國領土問題指手畫腳。清政府便趁此機會開始對國家進行全面嘅整頓與灰，試圖挽回局面。但因為自身能力有限，帕米爾地區嘅統治權依舊冇攞到，最終仲係由沙俄控制。1960年，中國同阿富汗簽訂咗邊界條約，正式劃定咗兩國邊界，同時承認放棄當初被英國佔領嘅雅罕帕米爾地區。1990年，塔吉克斯坦正式宣布獨立。
根據此前嘅相關行政區劃，沙俄將佔領嘅帕米爾地區分俾咗塔吉克斯坦，從此唔再過問呢一片地區。中國攞返帕米爾地區，仲要從抗日戰爭結束說起。喺呢一場殘酷嘅戰爭當中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中國取得咗最終勝利，同時亦都向世界證明咗我哋嘅實力。中國重新企起上嚟，就開始不斷追尋從前嗰啲被侵略者奪走嘅土地。喺中國嘅不斷努力之下，好多地區都重新返到咗祖國嘅懷抱，但想要攞返帕米爾地區卻冇咁容易。1999年，中國同塔吉克斯坦簽訂咗一系列協議，希望能夠將帕米爾地區重新收復。喺談判過程中，塔吉克斯坦對於中國嘅提議一直保持猶豫嘅態度，一直喺不斷周旋。儘管係咁，中國並未輕易放棄，不斷派遣代表團前往塔吉克斯坦，勢必要將呢一片土地攞返。直到2011年，喺雙方協商下，重新劃定咗國界嘅交界處。自此，帕米爾地區離開祖國100幾年之後正式回歸。喺中國嘅不斷治理之下，帕米爾地區好似換咗個模樣，唔再係從前嗰個荒無人煙嘅荒地。政府派遣專家團隊實地勘測，發現咗豐富嘅自然資源，唔少人都選擇喺嗰度居住，真正做到咗靠山吃山，靠水食水，實現咗自給自足。唔單止係咁，當地人仲利用呢一啲自然資源，開始發展旅遊業，打造出一片適宜休閒娛樂嘅樂土。呢一度常年有積雪，海拔高達7000幾米，周圍有噴泉、牧場等，景色十分美麗。喺呢個地方住上幾日，喺疲憊嘅心亦都能夠得到緩解。帕米爾最受歡迎嘅打卡點當屬公主堡同埋石頭堡，喺啲拍照十分出片。隨住帕米爾地區嘅不斷發展，吸引咗全國各地遊客嘅目光前去參觀，當地嘅經濟亦都被旅遊業帶動，居民嘅生活亦都越嚟越好。當地居民嘅取暖用電問題亦都得到咗妥善解決。相關人員喺高原南部發現咗地熱資源，解決咗人們生活中嘅一大難題。唔單止係咁，帕米爾仲俾咗我哋一個巨大嘅驚喜。專家喺勘測嘅時候發現，呢度蘊藏住極為豐富嘅礦石資源，石油產量亦都十分豐富。喺地底下可能仲蘊藏住好多未開發嘅礦產資源，其中就包括鈾同鋰。鈾係核武器嘅主要原料，鋰係製造鋰電池必不可少嘅元素之一。要知道呢兩種材料喺全球範圍內都極為稀缺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對國家能源安全同埋可再生能源技術至關重要。如果能夠進行科學高效嘅開採，並合理利用呢一啲資源，唔單止能夠解決資源供應問題，仲能夠為今後中國嘅發展提供強有力嘅支撐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好多未開發嘅資源等住我哋去探索，佢嘅價值遠唔止於此。帕米爾位於阿富汗、塔吉克斯坦同我國嘅交界處，有多組平行山脈同埋河谷盆地構成。呢一度嘅地理環境對當地居民有住深遠影響。此前由於氣候惡劣，土地資源有限，當地居民生活十分艱苦。好在經過不斷發展，呢一度嘅水資源逐漸豐富，河流眾多，解決咗當地居民嘅生存問題。呢一度海拔好高，平均海拔喺4500米以上。除咗高山之外，帕米爾仲有湖泊、冰川同埋荒漠。高原上嘅冰川係印度河、石爾河等多條大河嘅發源地，對其他國家嘅水資源起住至關重要嘅作用。帕米爾東部地勢平坦，相對高度較低，大部分喺5000到6000左右。
因為高山導致西部嘅濕潤氣流無法流經此地，致使呢度嘅氣候冬季寒冷漫長，降水量低。此前有數據統計，帕米爾地區嘅降水量最高為100毫米。西帕米爾高原地勢較為複雜，大多都係經過強烈切割嘅高山地形。山坡上大多都係灌木叢同埋松草等植物，環境較為濕潤。同東帕米爾相比，呢一度嘅年降水要高嘅多，植被種類亦都更加豐富。西帕米爾唔單止有草原、松草，仲有楊樹、柳樹等植物，構成咗獨特嘅地理景觀。生物自然研究價值極高，呢一度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，係好多珍稀動物嘅棲息地。雪豹、藏羚羊等野生動物都喺此地安居，繁衍後代。但係近啲年嚟，全球氣候變暖嘅問題越發嚴重，帕米爾高原嘅生態環境受到好大影響，氣溫不斷上升，冰川開始加速融化，導致河流水位上漲，草原退化等問題頻頻出現，植被覆蓋率下降，土地缺少營養。呢個唔單止破壞咗生態系統嘅平衡，仲導致好多野生動物無家可歸，冇咗棲息地，生存環境受到威脅，一啲物種甚至面臨滅絕嘅風險，當地居民嘅生活亦都受到影響。當務之急，保護當地環境係當下最重要嘅問題。只有通過大家嘅共同努力，先至能夠還原帕米爾高原原本嘅精神面貌，生態系統先至能夠趨於穩定，呢一度嘅資源先至能夠更好嘅被獲我哋利用。從前嗰段艱苦嘅歲月已經成為歷史。我哋經過咗千辛萬苦，終於讓帕米爾返到咗祖國嘅懷抱，再亦都唔使受他國欺壓。現如今嘅中國，無論係軍事定係經歷，都處於國際領先地位，亦都有咗自己嘅話語權。如果其他國家侵犯我國主權獨立同埋領土完整，我哋必然會讓其付出一定代價。從呢件事亦都能夠睇出，國家必須要不斷發展。如果止步不前，必然會被其他國家踩喺腳下。只有不斷提升，喺磨難中總結經驗，抓住一切機會向上爬。因此必須提高我哋嘅經濟水平同埋綜合國際，喺國際上嘅地位先至會越嚟越高，主動權先至會牢牢嘅把握喺自己手裏邊。